陳勳奇啊嘛，而陳勳奇喺大陸咧亦都一面倒咁樣讚佢，即係佢喺大陸嘅 PR 都做得幾好嘅。原因就係佢而家翻咗大陸揾食啦嘛，即係做編劇，其實佢都幾聰明嘅。老實講，又編劇啦，又做幕前啦，又有演技啦，佢覺得自己又風流倜儻啦，又識打啦，最令到佢自豪咧就係識得做音樂。我竟然喺一個大陸嘅訪問見到佢咧，佢個標題我冇睇係咪佢講嘅，可能係個標題咁講啦。個標題竟然大言不慚地咧，佢話唔識做配樂嘅導演就唔會係一個好嘅導演。你聽過呢啲咁嘅講法未先？真係超勁啊！我覺得佢，即係嗰啲勇氣同埋自信真係爆晒棚啊！哇！咁有邊個導演識得做配樂㗎？除咗你之外，究竟咁即係你話呢個世界得你係最好嘅導演，其他導演唔好啦，係咪？即係你要咁樣調轉咁諗㗎嘛？咁我覺得呢條友咧真係short 到上腦啊！真係咁啊，或者嗰個訪問佢嗰人屈佢都唔定嘅。嗱，呢個我證實唔到，因為我睇唔到落去啦。佢訪問點解我咁覺得呢條友咁難頂咧？因為有一次Cash 每年即係香港作曲及填詞家協會咧，咁我1992年已經入咗會㗎啦。咁啊每年咧都會出信叫我去食餐飯，即係嗰啲大型嘅 event 就係佢因為賺咗啲版稅咧，其中一個支出咧就係嗰個 event。咁我每年都幾尊重嗰個 event，因為見得唔少，即係喺度見到好多朋友㗎嘛。即係淨係憑我一隻一隻。這年度，火射年度，濫用動力要舉報，有獎金過，想發財發新年財，捉啲通賊翻來，有100萬喎，原紅色新星界。年年都派代，懸庫房嘅赤字都唔關我事。這年度，火射年度，濫用動力要舉報，有獎金過。想發財發新年財，捉啲通錯翻來，有100萬喎，原聲嘅特區政府，年對晚都受苦，原聲嘅個班國安，逐日自盡死清光。這年度，火水年度，濫用公會要舉報，有獎咁多，想發財發新年財，捉啲通錯翻來，有100萬喎。醒緊特區政府，一年到晚都受苦。原醒緊嗰班國安，逐日自盡死清光。四年度，火射年度，濫用公用要舉報，有獎多。想發財發新年財，捉啲通詐翻來。成功人士話，因為我做到唔啱音，我逃避我嘅責任啊。咁啊，客觀上咧，
即係留言話我啲歌詞唔啱音，仲夠膽出嚟獻世咁嗰啲人咧，即係你用埋啲措辭咧，即係你一個 hater 咧，你做乜佢不單止冇 respect 啦，即係仲諸多挑剔啦，即係仲以為我係顧嘉輝，即係以為我會同我顧嘉輝比咁樣，咁即係呢啲人係好脫節嘅，因為佢哋欣賞嘅嘢咧，只係單一咧，即係曾經成功過嗰啲人咧，即係或者好 popular 嗰啲人，佢先至會欣賞嘅啫。即係另類嗰啲咧，佢係唔識欣賞嘅。咁所以咧喺佢眼中咧，尤其是佢一個 hater 咧，佢就乜嘢難聽嘅説話都會講得出啦。咁大家睇翻 offline 嘅留言就知㗎啦。咁咧第二就係我唔係冇能力，我做得到啱音喎。問題我要自己落手做咧，即係我呢啲從業員，我見錢開眼㗎嘛。即係冇錢嘅 job，我覺得搞笑啊無妨，又快又可以接觸下啲高科技咁樣，咁我覺得係好玩嘅成件事。咁我冇收你錢㗎，大佬。我整隻歌唔係叫你捐錢俾我㗎，我整隻歌唔係叫你買唱片，我冇擺喺 Spotify 叫你俾錢㗎，即係純粹係開心拎出嚟玩下咧。就佢哋竟然咧就當我拎出嚟獻世咁樣，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咧脫節都不特止啊，即係仲要即係目光狹窄啦，同埋即係又係嗰種即係你話怨恨分明啱嘅，但係即係好似英雄仗義咁樣，即係好似英雄咁樣，唔係佢啲唔係叫怨恨分明嘅，呢啲叫做咩？呢叫做我唔識形容啊，即係中文渣，英文仲渣不過。咁咧即係就有啲咁嘅人不停喺度欺凌啦，叫網上欺凌啦。咁啊兩公婆嚟嘅，就不停咧即係自己 like 翻自己啦，例牌啲數目全部 even 嘅，即係3個 like 3個 post 6每個2個 like， 咪老公嘅 like 老婆，老婆 like 老公咁 like 2次自己欺凌人哋嘅內容，咁啊以為佢好玩。咁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你嘅目的咧，即係想我好嬲啦，想我因為咁樣收皮啦，唔做啦，因為薄皮啦咁樣 ，sorry 啊，即係某程度。佢講嘅嘢咧，批評我嗰首歌咧，我覺得係客觀嘅，係講得啱嘅，即係音又唔啱啦，又唔係啲咩大製作啦，即係唔知咩水平啦，咁我唔知聽話好。我見阿劉師傅就幫佢點樣做配樂咁樣，咁點知哇都幾開心啦，即係劉師傅親自見我咁樣，咁跟住最尾都係傾唔到，即係我唔想做啊，即係我唔係想痛失呢個機會，但係只不過。佢哋嗰個要求咧，我實在未必做得到，甚至乎真係唔想做，因為阿劉師傅都仲係要諗一啲將軍令要改過另外一個 version， 哇好老土啊大佬，即係要整一個哇好 disco 版嘅，哇真係老唔老土啲啊大佬，即係我忍，即係雖然我冇講到出口啊，但係我即係可能我表情就嗰度改唔到啊，即係洩漏咗我啲心跡俾佢聽咧，咁佢最尾覺得哇你即係恰我鄉下佬啊，即係你一睇就知你唔接受我嘅諗法喎，咁我跟住佢叫我講翻我想點整啦，咁我俾啲 reference 佢聽啦，我話即係唔係一定要嗰隻將軍令嘅，即係好多用個 mood 嚟代表到一啲氣勢咁樣，我即係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好欣賞。Hans Zimmer 雖然我唔知佢係邊個，但係嗰陣時已經有 Black Rain 嗰啲戲㗎啦嘛，咁我覺得呢啲 reference 我做到嘅，即係令到有氣勢，有啲亞洲即係東方嘅味道嘅，咁佢完全唔接受啦，話啲觀眾唔聽呢啲嘅，唔識分嘅，我吓都要聽將軍令啊，咁我已經贏之後咧，跟住我就推咗，又冇做到啦。咁同埋嗰個副導演咧就話：我哋好少錢嘅，即係未見劉師傅已經講咗錢，哇！真係少到係可恥嘅，真係。今次要老下睇喎。你先。這書仔真巴閉，靚妹仔多姿勢，鬼妹仔都要去咬位。送禮或用嚟自己睇都冇問題。這書仔咁威，要收響貴，間中睇兩睇，只怕一不小心整穿個櫃。龍虎豹好睇，好睇，但係又好冷貴。圖片美麗，顏色美麗，立體咁滯。
顏色美麗，無論為為，獨在廁所中露下體。邊個露下體？一定唔係我。阿倫露下體，係都係肥仔露下體。冇啊冇啊，唔好睇唔好睇。阿女係咪你露下體？唔好睇，唔好睇。要睇要睇。Janet Chow 探長，你又唔好咁踩王家衛，最後勝利係黃導演編劇。但係唔係佢執行噶嘛成件事，你都未見識過王家衛點樣拍戲啊！真係我相信你。譚家明依家已經回堂修檔，喺大學教書啦，同王家衛邊有得比啊？你唔中意冇問題，但請唔好踩人，唔該雙手合十。咁唔中意咪踩人咯，有咩問題啊？咁點解我又為咗你唔中意我唔踩咩？我唔會嘅，但係又即係你未見識過點拍戲啫，可能佢真係好撚離譜嘅，真係。叫 Janet Chow 探長，請問邊個導演拍得出《阿飛正傳》《東邪西毒》一代宗師咁經典嘅電影，可以傳世睇咁小戲，學下嘢先啦，笑到碌地嘅表情。喂，我真係覺得你笑到碌地啊！喂，呢啲人已經拍咗出嚟，佢有充分嘅資源做，咁你唔係佢拍都有第二個人拍到噶啦，或者佢冇拍到戲就自然冇呢套戲噶啦。即係你用嗰個結果嚟衡量佢拍得經唔經典，我覺得你真係幾膚淺，我覺得都真係。廣告錢咁就好啦。請問你有導演過乜嘢戲？《略贏書》你都有份。Janet Chow 係啊，如果你做開下把位，睇唔一座大山，明白笑到碌地嘅表情。我上一集我們最後就說到張淑平，估計是張淑平把你介紹給王家衛。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見到王家衛在什麼場合，跟他聊什麼？你對他的印象是怎麼樣？看不到眼睛，看不到眼睛，當時已經戴墨鏡了嗎？是。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都沒戴墨鏡，我都有跟他合照，都是戴普通眼鏡的。因為我皮膚比較白嘛，哦，就這反光比較多嘛，所以就看不到他的眼睛。但是在什麼場合啊？我忘了，是在他銅鑼灣的公司，還是在外面？應該是在開平道，對，在開平道。以前我家就住在開平道，在我們家隔壁啊。然後呢，聊什麼呢？就聊阿飛。沒有，我覺得有一些想法。其實我覺得，其實我們歷史以來，其實我們看的是書、電影、音樂一些，真的是不太會，不像那種國外的或是其他的就所謂知識分子嘛，就不會哦，就這個像那種 Tarantino 這一類的人。你老豆傻痴痴，債好似嗰啲還BB，我睇見你喺度傻痴痴，我勸你死乖咗佢，債你老豆唔使錢，債好似嗰啲笨蜘蛛，我睇見你喺度傻咗啲，拉個錘仔講我抄大你，蒙蒙查查流鼻涕，唯一的一個釋義，有你阿嫲，有你阿媽，有你妹，有你老豆，幫手通鼻塞，妹妹幫手撩鼻屎，西北過去隔離鋪頭買卷草紙，卒之一次打咗幾次，才先至好返一啲，道別話亦未多講，只抌低一包濕濕的刺刺。